来，这个谁来？我来。交给你们来，推荐谁？你来。首席，谁来？老母。来，有请桑姆。需要唱的音乐提前发给我啊，发到微信上。咱们喜欢唱歌的朋友们，真的，咱就这么一个。要不要赢了？不要吧。赢了都不要吧。赢了，伴奏，不要伴奏。赢了的伴奏。咱们就是说，想唱的，可以提前把音乐发给我啊。老师，唱一首歌吧。等会儿永正唱啊。永琪唱《天上的仙女》嘛。来，有请桑姆同志为大家带来一首《昨天的故事》，掌声有请。来吧，唱的好听吗？好听吗？需要签名吗？不要，好，来，我要你唱，来吧。有请下一位，谁来？小罗。那个，咱们要唱歌的那个把音乐发给我，没事的。这也是个品牌，这也是个舞台，也是锻炼自己的一个方式，没事的。都上来吧。我就先不唱了啊。要压轴是吧？对，要压轴。这两个不对。差点提升你年轻了。走的。我们就不唱了，你别这样唱。这个谁弄的戏啊？还有一个。来吧，那就有请我们美丽善良、纯洁动人的跑了，他没有了，跑了。那有请我大徒弟吧，那你也跑吧。来，上来。大徒弟是哪个吧？大徒弟是谁？他们小罗和多马出有点商量商量，我一起唱啊。哎，我充电没有啊？我会唱，你唱对吧？一起掌声。谁来吧？谁来？先谁来？然后。来吧，来一个人吧，然后下一个节目就是海哥给我们带来一首歌，好吧？来，先谁来？换一个。下一首就是这首。谁先来？有什么？来吧，有人来吧，8个钟来，他定着，快点来，你们来我唱哦，真的。快点嘛！哎，你去给他唱可以吧？别用针。唱什么发给我？你们知道这帅哥是谁吗？没错，就是我。看着你了，走哪？等我唱说。来吧，有请我傻傻的弟弟。准备啊！来。怎么走？怎么的走唱出来？来唱一首《青梅竹马》，送给大家。有请。海哥做好准备啊！
感谢你，剧组是辛苦你了，今天。还叫什么来着？哥。好嘞。雄鹰在飞行。不是，这边。罗来准备啊，罗马你准备一个，然后那个一正，还有准备一个，有正白不是白啊，你们俩一起的。不进麦豆腐对吗？我麦豆腐。我进。这两口子他们。来吧，有请。是两个一起唱的嘛？这个谢谢大家，唱那个。恭喜老师带着团队这么优秀，我要向你们学习。接下来有淘汰歌星，罗布队主为大家献上一首《雄鹰在飞翔》。他还是没出来呀。在。我等一下吧，高手出招一般都没有。雄鹰在飞行，对了。是这个吗？你看。他这为什么会写？罗布顿猪，对他名字就叫罗布顿猪。他本来是县里的汉子，随便取个名字。老六，六。他来他来买分儿。我想跳舞。没有了吗？这个。但是让我跳一个什么？干嘛？我怕。没事，你随便弄嘛。要不然。让谁唱歌我唱歌。人家三人唱着一句合着唱一首歌吧。他们在上面，我这个吧，太多啊，这个吧，这个好的。那个刘老师，我这来个人了，我操！随便嘛，使劲，没事。要速度。来吧，你轻轻往这边，使劲嘛。我怕。没事，使劲，眼睛一闭。没有以下，你往前面，使劲点紧，使劲，你不要那个放了，使劲往这边，没事，你这样，我拿一个牙签过来。牙签也可以。这个可以吧？这个可以。稍微等一下。牙签哦，那个。再来。先来一个舞的啊，我们找出来歌曲，然后唱歌。先来一个舞的。